韩国总统昨暗雄雄决定要全国来戒严，是引起朝野真大的反弹，所以国会就随表决来通过，甲这个戒严令来甲否决。所以戒严的状态是敢若延迟6点外钟尔。到底昨暗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也若刷落来，这温室话有可能搁要面对什么款的局势？咱请怡真为咱细分辨。是主播。韩国总统尹锡悦昨暝10点外雄雄宣布戒严，先开始大家抓准是毋是朝鲜半岛要开战啊？根据尹锡悦的讲法，发布戒严是要斩除亲北韩的势力，守护自由宪政的体制。尹锡悦批评在野党控制国会，笑想要甲政权车互倒，毋过详细情形尹锡悦都无搁加讲啊。举枪的武装戒严军伫半暝饭点过，嘛冲入去国会，阻挡议员出入。加在后来，国会投票是通过动议解除戒严。按照今仔透早4点半，尹锡悦嘛遵照国会动议宣布戒严取消。即个韩国戒严短短6点钟就结束啊，袂输是咧做囡仔戏，看起来是政治操作。尹锡悦是安怎要发布戒严呢？其实尹锡悦会当讲是摆卡总统失去民心吗？自2022年5月上任以来，尹锡悦当选的支持率就真低。国会上大党是在野反对党，执政党无法度推动政策，预算互抬掉，这官员呢嘛定互发动弹劾。而且尹锡悦的看守甲亲家是小连续逼出歹代，包括梨泰院人打死人以外，还有医疗大罢工，拢致使百姓对政府是无信任吗？今年6月，韩国的网站都有超过93万人加入去联署，要要求弹劾总统尹锡悦。为着要安定社会，甲总统权掠互调，尹锡悦宣布戒严，结果毋但社会无平静，在戒严期间，伊禁止政治活动，嘛管制媒体来出版，佮禁止罢工、集会等等的行为，一寡限制民主自由，互民众是佮较切心、佮较愤慨。尹锡悦这波塔叉会当讲是恐惊救袂回来啊！在野党已经要求内阁着爱总辞职，因批评这尹锡悦甲国防部长等人已经犯下内乱罪，讲尹锡悦若无爱家己落台，国会就会发起弹劾。按照韩国上大工会嘛表示讲，要无限期罢工，一直到总统尹锡悦落台为止。这戒严的消息一个出来，毋但韩国人惊军事政权会搁反抗来侵害民主自由，这国际社会嘛拢真关心。尤其即阵是美国政权交接的期间，未来美韩同盟敢会有变数，甚至朝鲜半岛、印太地区敢会受到影响，要搁爱继续来观察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闻，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。